喂，送爸爸媽媽去養老院，你好不孝喎。與其講送長輩去老人院，不如我哋講送長輩去樂齡大學，一個永遠都唔需要畢業又充滿歡樂氣氛嘅養老社區。當然，大家一講起老人院，只係諗起香港地，空間細活動少，入到一陣老人除咗食飯、瞓覺同埋睇手機之外，人生就好似冇咩大意義。不過最近國內興起一個叫做養老社區，英文叫做 CCRC， 中文叫做持續護理養老社區。佢哋多數係一個好大嘅空間，環境好似咗度假酒店咁樣，有健身室、游泳池、麻雀房，仲有一個好大嘅綠化空間。居民自己住喺一個獨立嘅單位，配備適合長者用嘅洗手間、廁所、客廳、飯廳、廚房，乾淨企理。每星期有人執房，仲有大廚同營養師準備唔同嘅菜式，少鹽少油高營養。最緊要係如果長者有咩唔舒服，可以拉急救繩或者大聲嗌唔舒服，智能音箱就會5至10分鐘內把管家、醫生同埋保安去到佢屋企為長者提供服務。最近有2位客人揾我，佢哋嘅爸爸媽媽都係70-80歲，患咗認知障礙。呢個病又稱為老人痴呆或者失智症，長時間需要人照顧，而呢個病只會持續地衰退落去。其實今時今日大家香港地都需要返工，或者要照顧小朋友，照顧老人家其實的確係好攰。香港地其實地方又窄又細，請2個工人未必有咁嘅護理知識去解決老人嘅問題。呢點我亦都好同意，因為大家喺香港地絕對好明白。其實安排長者入住養老社區可以係一個選擇，因為佢哋有專業嘅團隊安排個專業嘅培訓，去識得照顧長者。其實時代進步咗，大家可以用今時今日嘅思維去打破一啲傳統嘅理念。孝順嘅定義與時並進，與其困在一起，不如選擇同老人家好好生活在一起，令老人家更加生活得有尊嚴同埋有意義。